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近期爆做过自闭副代表的委员会主委同环保署的这个署长，以及着泰国的代表李应元，则因为乌北案来过身。车辆甲人相挨，互人拍假当上分辨不清的大学生渐渐有反应，学生的老母决定要拍官司，对这个嫌犯提起告诉。过年期间入境检疫措施改做是7+7，不过进前定14天的旅客也未改变订单，目前国内是也无房间通好订。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任何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增加10个带病入境。另外，除了今仔早起有送92万剂 BNT 疫苗到台湾以外，下暗也有机会搁再122万剂的莫德纳也会送到位。那讲到各国过疫苗的认证需求，即马指挥中心也要开放讲，即注过高端疫苗民众会当去注其他排水疫苗。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病例仍然维持0例哈，那境外移入10例，死亡个案0例。第12批 BNT 的疫苗总共92.66万剂哈，于今日抵台，包括这一批总共到货953.61万剂。预计第9批采购的莫德纳疫苗122.61万剂将于今天晚间预计在晚间会到。那这批的效期莫德纳这一批的122.61万剂的效期是到2022的5月8号。接种1剂或2剂的高端疫苗，因出国需提交该国要求之 COVID-19 疫苗的接种证明，只要跟最后1剂的高端疫苗间隔28天后，可以到各县市政府卫生局指定有提供该项服务的合约院所预约接种。今仔日早起7点，第12批 BNT 疫苗已经送到桃园机场嘛。BNT 疫苗的购货量目前已经有950万筒，但国内头一档的疫苗注射率有到7成，第2档也要到4成。不过医生也强调讲，这注射率是无代表保护力的。透早天气是真凉冷，早起7点，有一批新的疫苗送到台湾。第12批 BNT 疫苗由华航 CI62航班送到桃园机场，地勤人员甲疫苗落来。目前累计购货量是950万筒左右。虽然台湾新冠疫苗头一档的注射率已经超过7成，第2档要4成，不过医师嘛讲，疫苗的注射率无完全等于是保护力。疫苗的接种率7成，不代表说7成的人都完全不会传染病毒。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疫苗都不是100%的保护效果，那变种病毒不断出现，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疫苗的保护力会有点下降。针对新增入境检疫的措施，除了原本的14天加7天、甲10天加4天2种，即卖还阁增加7+7+7的防疫规范。李炳英强调讲，上界重要的是防疫旅馆检疫了后，7天伫厝内检疫感受确实，还阁有7+7了后，接续7天来10派发病率。做伙大亲人嘛要加强自主健康管理。因为在家检疫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同住的家人都视为可能被感染的对象，他们也要同样不准出入那个群聚的一个公共场所，做各种不同的应变措施，也尽量方便防疫的国人同胞，能够一方面回乡过节，一方面又能安全，而且还保护社区。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外国疫情真严重，国内相对社区是拢较安全，防疫是要一直应对新的局势，而且一点都袂当放任。伊嘛请民众都爱做伙来配合，一定爱甲所有的防疫规范的要求做好。除了是保护家己、保护厝内的人，嘛是保护社区甲咱国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旧历过年期间的入境检疫措施，已经改做是7天住伫防疫旅馆，另外7天会当居家检疫。就算安尼先做，也有业者是电话是接袂离，是因为标准讲已经有房间通好订咯。不过业者也讲，已经订14天的旅客，目前是也无改变因的订单，所以到目前为止，房间也是真歹订。电话卡来，阁是要问到有房间。高雄盐埕区这间防疫旅馆，为11月中央确定注过2剂疫苗的民众，回来会当经7+7的方案了后，电话是无停过。规间接100多通的电话，不过业者讲也是无房间。他就干脆在他要回来的时候的14天才要改，
那会造成你现在没有一个 deadline 的时间让他改，他永远在那边拖，那房间就挤不出来。业者讲，这个新方案无要求已经定14天还是10天房间的民众，爱伫什么时阵确定。那以过去民众拢会观望的习惯来看，就算7+7会当增加房间数，嘛有可能因为民众拖到1月了后，才来决定要缩短着订房的时间，互因袂副作业。嘛有业者认为，高雄防疫比其他的县市搁较严格，防疫旅馆爱要求14天的旅客若住了后，消毒放2天了后，才会当接后一组的人客。改做7+7了后，等于房间需要加骨来改放的时间，会当提供予民众大个天数买变少。我们现在接到的讯息也是7天后要闲置消毒2天，原本14天只用闲置2次，变成我7天要闲置2次或3次。市府统计，明年1月防疫旅馆已经接近满房，针对着业者所反映的状况，因会想办法来处理。应该会在最快的时间跟这些要订的民众然后来做一个联系，赶快做一个确认。市府表示，会互想要回来的民众拢会当到厝，一定会尽上大的力量来提供房间。初步每合了800外个人订着房间，嘛要排除甲一般的旅馆来讨论，请因转做防疫旅馆，也是规栋拢包起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各报道。咱台湾在疫情当中有800多人死亡，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发起国家赔偿官司。目前已经有12位死者的家属委托律师团，也伫11月11送予行政院甲卫福部一位死者500万的国家赔偿请求书。针对着民众所提出的司法救济听书，行政院表示尊重。台湾5月爆发新冠本土疫情，夺走800多条人命，有家属指控蔡政府认为国家有疏失。有一位单小姐，伊的爸母拢染病，却因为无及时救治，老爸不幸过往，让伊真伤心也真受气。从20号他已经发烧到27号送，这1个礼拜都是在家里，没有任何的一直打192跟救护车。其实你没有遇过那个119是塞车的，完全电话是打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会站出来，就是希望政府你应该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800多位的往生，我们的疫苗真的会进来吗？我们后来的治疗药物真的会进来吗？家属对政府的作为相当不满，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发起国家赔偿官司，已经有12位死者家属委托律师团，也伫11月11分别向行政院和卫福部送出国家赔偿请求书，希望政府会当还家属一个公道。有人建议要建立类似方舱医院，政府一句就拒绝了。所以呢，轻症的人呢，只能在家里快乐缺氧而死，那个血氧机都没有。他们国赔不是重点，是要真相。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认为，政府对人民有较好责任，不过对数据来看，政府对染病者的照顾是无够的。我们是用数据来表现政府的缺失。第一个就是应在通报1日内完成实验室的确诊，结果他延误了4.6天。实验室的确诊应该立即在隔离病房里面收治，结果他延迟到1.6天。针对民众采取司法救济定书，行政院表示尊重，也对相关性命的过心感觉唔甘和可惜，会阁请权责单位着依法处理，而且提供相关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位大学生甲人相爱，说互一阵少年人是拍甲昏迷不醒。病院表示，这位昏迷大学生渐渐有反应啊，甲人拍甲重伤的嫌犯，因的老爸老母也出面来共回失礼。毋过，重伤学生的妈妈决定要用官司来讨回公道。台中市警方今仔日半暝啊进行扫毒暴力专案。涉送的大学生初7半暝开车去下着市长男性的轿车了后，互拍到昏迷。12顶部病情传出好消息，台中营总表示，涉送大学生已经到达精神，叫伊的名也会点头回应。追踪一个断层扫，扫描并没有发现有很厉害的水肿。那今天早上去看他的时候呢，这脑压都相当的好。另外一个叫他的名字，他已经会点了。所以我们慢慢的要给他梳洗。涉送大学生的妈妈顶部也去到律师事务所，针对未来法律定书了解细节，而且坚持对3个加害者提告。律师确定一下，就是在刑事方面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些搜证的动作，还有怎么样的来对对方提出最重的告诉。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3个都会提告。针对管区内发生暴力案件，
台中市警方也开始动员，对12半暝开始展开全面扫毒暴力专案，对管区内 KTV、酒店、pub、卡拉 OK 和恶毒帮派为数地点实施扩大临检勤务。KTV 嘛，还有一些酒店，那除了的话这些公共场所以外，另外的话，我们在道路周边的话，都是采取封闭式的路检。台中市刑事大队表示，目前已经查到涉组织犯罪、网络跋筊、诈欺欺绑案件，总共18件，102个人，而且也查扣不法所得大约新台币4000万，断绝恶毒帮派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驻守泰国的代表李应元昨暗因为一个癌症来过身，食到68岁。总统蔡英文透过面册表示哀悼。李应元的政治路行到30年，伫前总统陈水扁时代也捌做过驻美副代表。2016年期间，民进党是国在执政，伊也做过劳委会主委甲环保署长。去年6月，被派去做驻泰国的代表，不过今年5月因为身体破病请辞，伫昨暗来过往。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11晚6点半伫台大病院过身，享受68岁。总统蔡英文伫 FB 发文哀悼讲，咱的好朋友应元伫今仔日晚暗时阵离开了。蔡总统讲，李应元温暖热情，互所有甲伊接触过的朋友印象诚深，也感谢李应元一生为台湾的付出。本年的这个主题啦，哈，上星期我见到那个。这个武侠，故乡都建设做出了大变。李应元将近30几档，早期伫咧美国读书时阵，因为参加台独的活动，被列做回国黑名单，抑阁掠去关。1995年选调立法委员，尾啊2000年受到前总统陈水扁的同意，派驻美国担任副代表。2002年被征召参选台北市长选书，2013年参加党内婚姻县长初选耶稣，到2016年民进党高执政被任命环保署长，2018年民进党伫咧高学业地方选举选书，李应元请示环保署长。大家是逐步的，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有一代的时间，让大家充分的来能够做调整。李应元去年6月，搁再被提拔出任驻泰国代表。无想到讲，今年5月感染大肠坎困，身体无爽快，决定要辞职，做不到1年。即马因为癌症恶化，不幸过身，人生行礼落台。记者综合报道。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昨晚因为乌巴癌来过身，医生也提醒讲，这是一种真罕见的癌症，早期是未出现症状的，等候到人出现黄痰、人消散才未复的时阵，这个时间已经就未复啊。也讲常常腹肚痛，佮找无原因的人，应该爱定期去照胃镜做检查才是。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11暗时因为乌巴癌过身，食到68岁。医师表示，乌巴癌是罕见的癌症，每10万人敢若有0.3至0.46个人会得病。早期差不多拢无啥物症状，一直等到出现黄疸、体重明显降低，迄当阵瘤就已经甲胆甲腰鞘拢脱掉的。瘤生的所在要手术嘛真无简单。因为它的那个肿瘤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扫腹部超音波或是扫一些电脑断层的时候，基本上不太能够发现它，除非你有症状，因为你有症状才会去就医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它已经。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不能开了。医师讲，所谓乌白，都是伫咧胆、甲腰鞘，还佫有12指肠夹界所在，都亲像刹车路口共款。所以伫咧这个所在的宽形筋肉，若是生瘤，就号做是乌白癌。目前医界研究发现讲，有7成致病原因是良性的腺瘤恶化造成的。若是末期转移，患者5年的存活率敢若有25%至40%。肚子痛，开始消瘦，然后才发现哇，这个旁边都扩散出去了。淋巴扩散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跑到肝脏，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如果一旦是这样，那么它的预后就很差。医师强调讲，针对乌巴癌的致病研究并无多，嘛较好预防，敢若会当为临床的症状来判断。若是持续不明原因腹肚痛真严重，或者是有腹内土肉症相关家族病史的人，建议每1年都要定期照胃镜来检查，平常时嘛爱有运动甲食食冰淇淋的惯习。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的影风台吞踏到日本的关西，9000名台湾甲中国旅客拢卡伫咧机场，卡神杨惠如甲
蔡福明去互指控讲，因伫咧网络的 PTT 顶头放声放影，批评驻台版经济文化办事处，连带去影响到台版办事处的处长苏启成行地路。2019年检方依照着侮辱公司罪间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日宣判杨慧如、蔡福明拢爱关6个月，或者是罚18万。杨慧如进前强调讲家己无罪，甚至佫讲家己开钱请人组成网军，要对抗着中国假消息，也无交代着伊资金的来源。不过检察官认为杨慧如、蔡福明这两个人有用这个侮辱性的话句来批评台版办事处，也强调讲言论自由毋是无法无天，是爱有限度的。法院打着宣判这两个人拢关6个月，或者是爱罚18万。伫咧30年前，嘉义发生一桩卡拉 OK 的枪击案，法院认定被告王信福甲邱嫌犯甲2名警察抬死，判王信福死刑。不过，人权团体认为讲，这个案件有真侪私人基本的所在，要求这个最高检察署就要重新调查。不过，高检署说是利用资料拍无去，录音档无保存，甲因拒绝。今日人权团体就来到检察院交出订正书，希望就要调查相关单位的疏失。因行动局要为死刑犯王信福平反，几多个人权团体进前向最高检察署提出请求审查，对方回讲卷宗已经拍无去，关键的录影带无保留等理由拒绝受理，因此因12到检察院递交订正书，请求调查相关单位的疏失。因为这个案子只有2个警察，而我就是坏人。人权团体把拍纪录片描述王信福的故事。在1990年发生在咧嘉义的一件枪击案，2位警察在咧卡拉 OK 吊枪死亡。法院认定王信福在咧案发现场提枪和陈英杰，叫伊射杀2位警察，判伊死刑。不过，几多个人权团体认为案件疑点真多。陈龙杰根本不归他管，一个不归他管的人，你叫他开枪打2个警察，他就打2个警察，这么乖。完全没有关联性的人，他为什么要听王信福的话？最高检所提出的这个审查要点，根本就是在打假球。他假装提出了一个既有的申诉管道之外一个新的管道，可是当我们遵循这个新的管道去的时候，他完全当作是一个非常上诉的案件来处理。在案发了后，王信福1993年走到中国，2006年提假护照返来台湾被抓接受审判，2011年被判死刑，至今嘛已经关超过15年啊。人权团体成立救援大队，希望会当重启调查再审，希望给王信福再一遍审判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关心校园的安全。苗栗警方查查抓到一个姓市的查甫人，伊对今年初开始已经伫台中以北的15间大学甲人偷摕物件。落尾警方伫咧苗栗的头份抓到这位嫌犯。警方表示讲，嫌犯知影教职人员的生活时间，伊就专工经管制较松的校园出手。警察趁嫌犯咧困的时阵，入去套房内底，甲掠起来，全程是唔敢大意，都惊引起另外一波的冲突。把所有危险物品，你看剪刀、刀切之类的，我都没有，没有。这个嫌犯是41岁姓市的男性，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讲，伊走入去这间大学内底，趁无人去办公室，甲钱，还有3、4个产品拢扫了，才阁摕去卖。中部甲北部真侪间大专院校，伊拢捌去偷摕过物件，其中伫咧苗栗这间国立大学，都去偷摕3届，赚到的乌心钱有10多万。发现犯嫌系搭乘公车，再徒步进入校园，窃取财物后步行离去。苗栗警方透过长期的观察，伫头份这个套房内底抓到人。不过调查发现，讲这个姓市的男性涉及4个窃盗案，甲1个诈欺案，目前是拢互通缉。估计有15间大专院校受害，而且袂少大学生认为讲，伫咧大学的校园内底，侪拢是开放的公共空间，对办公室甲宿舍的管理都爱更加严格的。就是比起走在外面，可能就像在公园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进到系馆或者一些研究室，还是有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就平常我自己也是会在晚上来校园散步，那就是也是会随身携带一些安全物品。有学生认为讲，目前伫下班或者是宿舍拢有门禁的管制，不过学校内底的公共空间也是爱对外来开放。另外，除了注意本身的安全以外，若是有发现可疑的状况，也是爱随时做通报。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顶个月有比较之效法规定，这成人用品店是袂当开伫咧学校附近，这范围是200公尺内。不过，就民意代表指出讲，也是有店家用无人顾店的范围机伫咧做生意，而且就开伫咧幼稚园边啊，认为市政府有闹交气。台南市政府表示讲，会列出店家名单进行比对，违规者会断水断电，也该罚钱。看起来当整修好势、新开幕的性爱用品店，就开伫咧永康的中华路顶悬。不过，伫这个所在附近，大约150公尺的所在，就有幼稚园、国小、甲高中，所以这间店就互人检举，家长嘛真烦恼。他们的教育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国小就不适合了。我就会尽量避免那个位置这样子，对，所以那我觉得就是比较不会刻意带他过去。实际行入去店内底，无人咧顾店，规间店拢是自动买卖。不过，民代质疑台南市顶个月26才发布管理性爱用品零售业的作业规定，比较之效法性爱用品店袂当开伫咧校园周围200公尺以内，认为相关的单位应该愈积极来辅导这寡无下规定的业者签锁也是转行。陈情的家长痛心，他向台南市政府检举了1年多，也向我陈情了将近1年，但是台南市政府经发局到现在完全没作为。如果没有按照相关的规范，也没有在商业登记上有的，我们会要求勒令他将这个相关的这个用品，然后来下架。好，那如果已经是在有管控、有做相关商业登记的部分，我们也会依法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申请的补件，或者说如果没有符合规范的，我们也会依法来做处理。经发局表示，目前台南市有登记的性爱用品店有80间，市府去年底到今核查44间，未来阁会请警察局伫2礼拜以内新清点，搁再比对登记系统顶悬的资料。另外，店头若是无交伫学校200公尺以外的测量图，也是超过期限无保证，核查时阵发现现场阁继续营业，就会依照行政执行法下令袂当搁再营业。若是阁违规，就会断水电，阁罚5000至3万。记者综合报道。店内国内甲人做美容的大间公司美登峰最近说去改这个契约的内容，致使有60万的会员开大钱所买的会员卡全部失去效力，有的人是了了几百万。目前市标署已经请台北市政府来协助处理，要协助民众讨回公道。大写化消费正义全面退费，几啊十个美登峰中心会员找立委甲市议员召开记者会。控诉美登峰推说要重新扣停会员的金卡，若使用保养的扣停，就唔免阁纳钱。不过，所伫解除3级防疫警戒了后，讲因为整体经济受到影响，还佫有疫情甲新修正的减肥美容定型化契约的规范，重新甲永久的资格全安尼无去，而且会甲会员另外收扣停费用，若无就袂当入去店里消费。当初签的白纸黑字的合约，即马袂输是一张白纸共款。我用女儿的名义买，他们说我就是可以做，女儿也可以做，这是我经过再三确认之后才跟他买的。公司的承诺可以不用通知会员下，就片面毁约。目前我还在缴公司的信贷贷款，却无法享受该有终身服务。几个受害会员拢表示，当初就是店员直鼓吹，才会以一节一节来算的课程改做是终身的会员，而且佫小连续加买，亲像是做面的甲减肥的课程的终身卡，消费的金额为100多万到上千万的拢有。合约书顶悬嘛有写了真明，若入解钱，就会当无限制次数，甲终身免费的服务。即马刷扣美登峰各方面来回约，目前因已经找消基会甲消保处来申诉。30年前签约的时候，你不知道未来物价会上涨吗？没有人不知道吧？一定都知道嘛。所以我们消基会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啦。新订的契约其实就要 follow 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如果是原本，它是不会涉及到原本已经签订相关的一个契约内容的部分。市府表示，影响企业经营形态，甲保障消费者的立场，无希望经营者用永久甲终身这款广告来吸引消费者。因为这个新版的减肥美容定型化契约的规范，是伫今年7月份才实施。考虑法律无追溯登记的原则，才规个会员因签的契约未受到影响。目前嘛已经委托地方的卫生局以个案的情形来做了解甲调解。到结果进前，美登峰并无做出任何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咱国内的大学敢有受到中国的渗透呢？政治大学商学院因为有甲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产学合作，也有开一个电商加创业的课程。政大是和这个教育部的回应是讲，学校是甲香港的阿里巴巴台湾分公司合作，而且公司主管伫咧讲课时阵，学校老师拢有参与，确保这资讯拢是正确的。为了深入了解成功电商的秘诀，政大商学院创新创业办公室这学期甲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实践的课程。招生的对象是大学3年、4年甲硕士班的学生。那这门课会由阿里巴巴的这些高阶的主管来跟各位分享，当然也有政大的老师会来教授各位一些实务的理论。不过阿里巴巴是中国的企业，这款的合作敢会违反两岸条例？政大回应教育部。因是甲香港商阿里巴巴电商公司台湾分公司合作，公司主管伫咧讲课的时阵，学校的老师嘛会全程参与，确保因传达的资讯有正确嘛有适合。阿里巴巴台湾分公司是经济部105年11月30日核准登记的，是外国公司，有中国人投资。因那教育部是表示，10月初8有函请着委会协助审认甲提供相关的说明。另外，世新大学是去互台湾基进公开讲，有学生甲因တင်情，讲学校内底唱歌比赛出现中国官方宣传的歌。我们学生在参加活动，我们不会有一个指定的歌曲。那当然，适不适合也在某些的歌曲曲目里面要删除，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就是厂商提供3万多首里面的组成。世新大学解说讲，这个歌是由厂商提供的。学生会当自由来选择。面对少年线几件大学方怀疑是较挖进中国违反法令的代志，实践大学的前校长陈金贵认为讲，伊伫咧查这个议题，高考款安怎做，拢有人有会讲。人数还有质量方面是逐渐的下降，到现在几乎等于是有读不回，已经快归零了。陈金贵讲，部分的学术交流甲产学的合作本来就是常态。所以用做武功是较挖进中国，恐惊教学嘛受到影响。嘛有大学的主管讲，即马连线顶论坛拢莫参加，安尼上保险。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因应法的草案已经出来了，定出温室气体目标伫2050年就要净零排放。台大校长关忠敏表示，台大减碳目标是2028年达成碳中和50%，2048年达成碳中和100%。也强调台大已经成立永续发展推动委员会，虽然伊的任期只剩14个月，不过减碳的进步也是会继续推动。碳中和是国际趋势，毋但是企业伫咧追求低碳转型。台湾大学伫去年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书，积极定出碳中和的目标。2028年希望能够达到碳中和50%，我希望2048年能够达到全面碳。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公告了，环保署北讲会赶紧实施碳定价，按算上紧伫咧2023年会当开始扣碳费。严过工总理事长王文恩讲，有团体建议每一栋收10块美金，计效是比附近的国家日本、新加坡抑搁较贵，恐惊影响台湾的企业国际竞争力。严过台大校长关忠敏认为，碳费的关价需要参考各项评估指标，唔是政府或者是企业讲就准算。厂商就会自动把这个成本内部化，我们现在没法去说太高或太低，在供需中间调整中，自然就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价格。低碳经济也成为企业永续经营的指标之一。金管会主委黄天武就讲 ，ESG 就是目前普世价值，讲的就是自环境、社会、公司的经营来评估一间企业的永续发展指标，认为对于未来金融业的转型正重要。永续对金融业，它绝对是一个转换风险跟这个实体风险，但它可能也是一个机会。它如果因应得当，它不只是改变它的形象，它可以转换它的经营的策略的时候，它在下一个10年甚至下一个20年，它就可能会很有竞争力。企业因为要减少碳的排放量，成本会增加，低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为了要让企业永续经营，发展出 ESG 机制，将做金融市场关心的投资焦点。黄天武讲，全世界面临着低碳经济，若无够环保永续，恐惊无法度加入供应链。台湾的产业转型是未等的。记者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昨结束啊，通过共产党有史以来第3份历史决议，除了确定明年后半年会召开中共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另外也透过历史决议，搁再确认习近平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讲，中共透过历史决议替习近平铺路，建立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中共伫初八召开连续4天的16届六中全会，通过第3份历史决议，除了确定中共20代明年下半年伫咧北京召开，也通过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甲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指出，即便伫咧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六中全会，要维护习近平伫咧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全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攻坚克难，开拓奋进。六中全会指出，毋但是确立以习近平为核心，也佫讲时间会证明习近平的中国新时代特色主义思想的地位。学者分析，中共除了总结建党的历史教训，也透过历史决议替习近平铺路，建立会当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习近平不需要透过这一次历史决议，他也一定可以在20大顺利连任。但是有了历史决议，确实可以让他更具有他认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必要性。中共第3份历史决议也讲到台港的问题，要做到爱国者治港，为一国两制打基础。伫台湾的部分，只敢若讲到坚持一中原则，一个9二共识，包含两岸关系主导权加主动权。这个台湾的议题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中共的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因为台湾的议题不属于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问题，然后你要总结他的历史经验跟成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第3份历史决议正罕见地讲到港台，不过讲到台湾的部分是比香港较少。前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吴伟国质疑，可能连中共拢心中伫咧承认处理台湾的问题的失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德国的疫情是搁再行起来的趋势，第24点钟内增加5万人确诊。不过，一年一届的公欢节第11开幕，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德国的财政部长也强调讲，德国是有必要搁再施行更加严格防疫措施，而且要重新启动疫苗中心，增加注射率，避免感染死亡的人数一再升高。杜尚迎接嘉年华开幕，一年一变的德国科隆共欢节，10月早起11点11分开始，会一直继续到明年的2月才结束。为了要防范新冠病毒，已经1年无办的共欢节，今年参加的人只要有驻无红线的证明才能入场。Ja, toll. Ich bin froh, dass ich wieder kommen konnte. Ja, wir sind total geschützt, 2G, kein Problem. Endlich mal wieder feiern, mit Freunden zusammen sein und die Köln。不过，在上万人在路下参加共欢节的时阵，德国的疫情怎么是愈来愈悬？德国在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病例超过5万，创史上的新高，而且新增加237人死亡，总共的死亡人数到97000多人。将要退任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讲，国内疫情清悬，希望会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控制疫情。德国财政部长也是继任总理的联盟人选肖兹，是讲需要更加多无红线注射中心。Weil wir natürlich jetzt alles dafür tun müssen, dass Million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eine Auffrischungsimpfung bekommen, dass sie sich boostern lassen, dass Million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Auffrischungsimpfung bekommen. Das ist die Aufgabe der nächsten Wochen und Monate. 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在8300万人口内面，只敢若67%，差不多5500万人自卫有红线，无算悬。不过德国无亲像其他的欧洲国家，是强制某一寡类别的人员爱自有红线。是采取说服的方式，希望民众家己自愿注红线。德国的病毒学家警告讲，若是注射率无赶紧提悬，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也有10万人会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在英国威尔士海边有一个砖头，因为气候暖化地区海平面一直变悬，也互英国政府认定做是气候变迁之下的高风险地区。全面也互当作是英国头一批气候难民。
因当地人有希望讲，这政府来协助因搬厝，不过有的人也认为讲，伊的厝就伫遮，无要离开。行伫咧费尔伯恩村的海边啊，艾佛斯甲其他村民共款，唔知影未来路边怎行。26年前，伊搬来这个所在，认定这是伊要住一世人的厝。无想到讲，政府伫2014年讲，这将会因为海平面快速上升，极端风暴愈来愈多，即个人搁再住40年。尾啊，规个村的厝价拢大搬，村民变做报道中英国第一批气候难民。Most people, when they buy a property or a house or develop something, expect to see it mature and grow in money. Whereas for the people of the village of Fairbourne, everything they bought, they're going to watch it demise in money and end up being worthless. Gwynedd Council, they have to stand up to the bit and start building hous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village. If they want us out by 2054, then they've got to have the accommodation to put us in. 真侪人伫咧遮，把所有钱拢开落去买厝开店，不过即马拄着会当有底的灾难影响下，唔甘愿就安尼放弃。有人认为这代无尽到保护地球的责任，所以后一代变做气候难民，真无公平。官员也甲村民几多年来一直伫咧协调，希望因会当搬离开。I'll be staying here. The fries will be on, and that'll be it until water actually comes in here. It's really having to adapt and potentially relocate residents before that time. 费尔伯恩是一块地势较低、盐水的南马地，伫1850年代形成一个村。伫春天水位较悬时阵，拢伫咧海平面以下。满体楼的水位是比村悬1.5公尺以上。科学家讲，英国伫咧过去一个世纪，海平面已经上升10公分，到2100年，海平面估计会上升70到1公尺。根据英国独立咨询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资料，目前面临着会互海水引起风险的厝，差不多有50万户，到2080年代末期会增加到150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当来看到地方的消息，已经完工16年的拿来焚化厂，今日小本数已经是争论几多年了。婚姻县长张丽仙则一伫县议会顶头头届公开表示，讲这拿来焚化厂是未小本数，目前也已经找专家来规划永续发展，甲农业废料转做是成绩人员。不过拿来乡长却认为，不管要安怎转型，拢爱甲民众说明，安尼才袂完袂煞。前一年拿来焚化炉完工16年无启用，在和旧年县长张丽仙头一届伫县议会表示，旧年县府引进零废弃自动化系统，现在当将每间100吨的粪扫量做成燃料棒。如果明年阁加上6轻扩增100吨的粪扫燃烧量，拿来焚化炉将转型为小粪扫。依照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真正能够解决我们云林县境内的垃圾问题。所以未来林内焚化炉可以不再使用成为垃圾的焚化炉了我们能够顺利转型为一个生质能源中心张丽仙表示，现在委托专家学者规划转型营运，上今明年初就会等拟出方案，迈向当地乡亲说明未来转型的做法。对此，拿来乡长张惠珍表示，拿来焚化炉完工10年无使用，那转型先处理农业废料，恐惊嘛是会造成环境的负担。机械锅炉的对吧？它足不足以堪用，完全都还没有讨论呢。怎么转型？也是要让乡民解除他的疑虑，让乡民没有这么恐惧，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污染的情形之下，那你公部门要做什么才得以去执行呢？张惠珍表示，新质能源中心如果规划处理农业废料，包括塑胶膜、废网和损坏农业资材，恐惊存在污染疑虑。希望县府针对拿来焚化炉的转型，爱公开向乡亲说明，再来做决策，避免造成地方的纷争。记者为您报道。屏东市农业大县，真侪产业道路拢无平，常常发生车祸。伫九如乡着一位乡民，伊毋但家己开钱去铺路，甚至佫甲厝里囡仔叫来斗做。这个囡仔对国小2年开始做，今麦也已经17岁了。这个囡仔也得到今年全国好人好事的八得奖，是唯一得奖的少年囡仔。志刚刹着底路机来回将拄仔铺好的点仔甲底护平，大家拢伫无啊挂喙烟，无特别注意的话被发现。其实内底有一个志刚，但有17岁，伊是今年全国好人好事八得奖的得主当中唯一一个青少年代表，伊叫做黄全佑。小孩子我们都站在车上，跟我们一起去补路。那全员他是从大概国小2年级的时候正式加入我们补路的行列。我都5点半起来，然后就去工厂。然后把东西用到车上。
黄泉佑的爸爸是去年好人好事奖得主。屏东有真侪田花道路，因为无定期的维护，路面常常有坑。出身九如乡的伊，烦恼用路人因为搞着坑发生意外，对少年的时阵就特地开钱要点仔甲补坑。结婚了后，倒带囡仔做伙做，互黄泉佑对细汉但会使协助准备物资插旗。到即马，不管是耕点仔甲还是补路，拢唔是问题。全班的同学都对他呢相当的友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小孩子当志工服务他是会反映在他的人际关系的。校长认为宣扬做善事的行为，会使互更较侪人加入，就亲像黄生在甲黄泉佑爸仔囝之间的传承。校长嘛希望黄泉佑的善行会使鼓励学生家己公益活动，互善发生循环。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讲到西犁豆油是用乌豆仔来结的，敢若用乌豆仔盐含水，就当互气味真侪变化。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梦，伫咧拜六的暗时7点半，带乡亲来到西犁，看这个豆油工厂第3代，安怎互这古早味有新气味。伫北回归线附近的西犁，规年冬天拢有充分的日头甲湿度，加上落水溪的水质条件，真适合乌豆徛菇发芽做豆油。但是你敢知影，要对一粒乌豆到一顶豆油需要偌济功夫？洗菇洗了，咱乌豆爱扛啊，互伊变做50度了，咱等于落光。落光的话，一般就是干那乌豆甲盐安尼尔。日头晒6个月以上了，咱等于去柴烧啊嘛对吧？用茶来烘豆油。迄个时阵吼，你若拌水的味，伊会产生一个类似昆布海鲜的迄个味道，嘿。大后的就是伊的豆油味佫变愈重安尼尔。台湾的乌豆豆油会因为盐甲水的比例无同，产生无同款的香气，有的是海带气味，有的是乌糖香。传承家族事业第3代的义体甲义庭，伫2017年正式接手，也一直拢在思考乌豆豆油的未来。奇怪，咱台湾人拢做爱日本豆油的，你行到世界，大家嘛拢知影日本豆油。毋过台湾的乌豆豆油有遮尔济开口，为什么一般的消费者无就知？所以这一定有一个落差，咱无去做到。我会想讲，这应该是咱生产者的责任。手工的乌豆豆油，因为产量少、见效悬，无法度和市面上大量生产的化学豆油并俗。教育组织的议程，希望用豆油料理，互愈侪人了解豆油，毋是干那会当做饮料、卤物件尔。其实足侪人客拢毋知影要安怎用豆油来煮物件，所以咱就规讲无规去用一个实体的餐桌来介绍，互咱的人客知安尼。代表 Future 印记的回触饭道行动，希望伫一届搁一届的料理创作当中，去并联动大家对乌豆豆油的想象，伫未来嘛会当发展出咱台湾的食食美学。记者卢尚如、林建筑、云林县报道。为着要振兴疫情过后经济，台东县政府搁再提出500万，推出台东县消费券3点控，而且唔免抽口来观光的旅客人人拢有，而且会当重复使用哦，一张的金额上济是1000块，15开始使用会当使用到年底。进入寒天，台东县的观光也渐渐进入收回。为了刺激观光，台东观光协会15推出人人有奖免抽签的台东消费券3点控，会当搭配5倍振兴券，也会当加现金同齐使用，名额上悬1000，到年底前拢会当重复使用，游客讲也个真吸引人。台东假日就已经很多人了，现在弄下去应该会更多人。用完一次，然后到下一个店家，你再出示一下，再用一次，你可以用无限次。潘贵人讲，游客只要到台东县观光协会的官网下载的台东消费券，介绍时阵出示就会当随抵用。目前有51间旅宿业、26间伴手礼、7间美食、7间茶饮、9间旅行社租车行，拢总有100间名店加入。利用金额为50到1000不等，加入的店家期待对观光有帮助。像现在对我们来提升也差不多有大概10%左右的业绩，就是现在拿5倍券来使用的客人。很期待这个可以再多放大、多提到振兴的这一块。另外，官府自即日起到明年之会，也推出爱国台东消费抽奖，只要消费500，登录发票还是手机都有机会抽到上大奖的油电汽车，也有逐个月抽手机加家电，希望增加，提振台东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
有真侪人的习惯是看面册，上 YouTube 看新闻，无要开钱买报纸杂志。台大新闻研究所今仔日就举办30周年研讨会，就教授认为讲，这网签直播主持人真有可能会取代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文化部长李英德也认为，这资讯若准集中伫面册甲广告，这也是新闻业的危机之一。手机啊，回馈面册，顺手也回馈一篇一篇新闻连结，却无一定搁动手点入去网站页面详细看。这是现代人吸收新闻资讯的情形，却也是传统新闻人面临使用者行为转变，纸本媒体面临消息危机的年代。传统新闻媒体的经营，我们进入了一个典范转移的年代。广告营收之外，所以这是为什么天下一定要推线上订户，因为我们的纸本每一年都20% 下跌。每一年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报纸、杂志、商业新闻台、Google、FB 科展，难得同齐做伙。昨日伫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30周年研讨会，探讨台湾新闻业的危机甲转机。即马无论倒一间媒体，拢是挖靠社群宣传报道内容，甚至总统大选的时阵，候选人也拢甲网红合作，争取献光甲支持。学者烦恼权威式的传统报道将互自媒体取代。这个研究所口试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就是大概有一半的申请者他们最想做的是 YouTuber。国家的这些重要的候选人，他们可能想去合作的对象常常并不是传统的媒体了，而是这些新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网络的这些资讯者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危机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所有的金流大部分都跑上平台去了，所以对平台越来越有利。也许 Google 你们不同意，你们有想法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内容生产者造成非常的弱势。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研讨会开幕，公开点出广告收益过度偏到社群媒体，将威胁新闻工作者的生存，也强调民众吸收资讯未当由演算法来规定。传统媒体要安怎转型找出路，是台湾民主化30年了后当咧面对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美术馆2年举办一届的亚洲艺术双年展，伫10月底开幕以台湾建筑大师王大闳的科幻小说《幻城》做灵感，展出15个亚洲国家的作品。今日国美馆的大厅，趟过香木的走廊，向检阅员领一张大纸，新的城邦旅程正式开始。头一件作品也是现场唯一一件建筑师创的作品，科技感的蓝色灯光，加中国式的八角门和圆筒，还有代表网络连接的天棚，和传统红色的条画超好光，就是要呼吁这届国美馆亚洲艺术双年展的主题“未知之城”，代表对未来的想象。咱是一个混血的状态啦，咱嘛有西方的力量，嘛有中国的力量，嘛有咱台湾家己在地的力量。这么复杂、这么多元的思想呢，其实就是咱当直接表现讲咱台湾的现状，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的社会安尼。阮有足侪这亚洲的艺术家，因伫讲的这未来，毋是家己黑白讲的因这是为着阮今仔日的这现实的问题发展出来的对未来的看法。五彩灯光闪闪烁，大北的扛棒欢迎台湾伫咧1980年工业社会对未来繁华世界的愿望。台湾艺术家李永志的作品也互印象真深。都用录像来进行创作跟演出，关于动态的流动，从荧幕上的那些线条跟色彩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以前的作品很不一样，是现在的冲击力更强大。对甘宝泽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反映大自然和都市开发的冲突，韩国釜山海底实验室海草大正最装置艺术结合影像，展现气候变迁、人类生活受到冲击。也有日本艺术家以大自然的声音，表示伫咧隔离期间的孤单，甲和世界脱离的感觉。国美馆2年一届的亚洲艺术双年展，虽然因为疫情无外国旅客到场参观，不如有15个亚洲国家、38组艺术家的团队年内参与，因的作品互侪人对亚洲未来主义有更较侪寄望甲想象。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中报道。
以色列有一个藏水员伫地中海海底找到一支1公尺长的古早剑，经过鉴定发现，讲这支剑有超过900年的历史，可能是迄当年十字军东征的时阵战士所举的剑，较历史价值。沉伫地中海海底要1世纪，这支古剑顶悬是生真侪贝类，还有海洋的生物，袂属是艺术品。目睭前来以色列潜水者。顶一日伫咧港市海发岸边，200公尺的海堡发现这支剑，而且家炸登来岸顶。这支剑看起来要真完整的状态，或者文物局的专家是感觉真稀奇。We know that usually under the water, the materials,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urvive better than on land. First of all, they are in anaerobic environment, and they are under the sand, far away from the eyes of swimmers, divers. 发现古剑的地点是一个天然的海湾，英国把红当作避风港，所以伫历史上写袂少商船休伫遮。因若海底嘛捌发现真侪考古的文物，以色列文物局推测，这支剑的主人是西元11世纪，要去地中海甲北非地区对伊斯兰政权发动战争的十字军战士。这个海湾嘛是迄当阵东征一定会经过的路线。It's iron sword and very big one. The guy that hold this sword and fight with it was very strong. I'm trying to imagine him on the field with all the armor on him and the sword and fighting with it. It should be really in a good fitness. 文物局颁发优良公平证书，互发现这支剑的潜水者，该说多谢。因若这支充满历史的十字军古剑，会伫咧清理还佫有修复了后，公开来展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台湾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系沙向东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地区，即寡所在天气会较凉冷，其他所在早暗也会较凉冷，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班市详细资料。吉隆到新竹是对19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暗时7点再相会。